为所欲为了。这就是我的计划。啊，这个不好笑吗？哎呀，那我再给你换一个。哎，别走啊，祖玛！哎呦，哎，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打我呀！这小玩意儿长本事了。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连追都追不到我。哼。哎呦我去！哼。跑得挺快。啊！裁判乔，你给我出来！混蛋，居然敢阴我！报仇！雷德，你一贯欺负大赛员工，今天就是你接受制裁的时候。哼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胆形神职！干掉雷德啦！嘿嘿嘿。